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要来练习耶稣你是宝贵。以前我们必须先来熟悉 F 调的位置，哆来咪发嗦。好，实际上它用到 C 哆西拉嗦的哆西这个音跟哆来咪发嗦最多到嗦哈，所以我们用这个速度八。这个速度用1、3、1、2、4，好，左手的手指指型1、3、1、2、4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1、3、1、2、4，好，先把它熟悉，好，记得。我们的节拍脚跟着节拍来走，好，这是第一个练习。第二个练习，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数拍，好，特别要注意，一开始这首歌是1、2、3、4、1、2、2、3、4、1、2，哆来咪哆来3、4，好，记得开始唱的时候就是唱主旋律，用嘴巴唱主旋律，但是我们一开始数拍一定要数对，好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再一次完整的1、2，哆来咪哆来，啊，这样太快了哈，再更正一下，1、2，哆来咪哆来3、4，1、2、2、3、4，1、2。3、4、1、2、2、3、4、1、2。1、2、发咪发咪哆2，哆来咪哆来2、3、4、1、2，来咪发嗦嗦2、3、4、1、2，嗦发咪嗦发咪瑞2，发咪瑞发咪瑞哆2，哆来咪哆来2、3、4、1、2，瑞哆西哆哆2、3、4，从头1、2，哆来咪哆来3、4，1、2，西西哆来西哆2、3、4、1、2，哆哆来咪哆来3、4、1、2，西西哆来西哆2、3、4、1、2，嗦嗦发咪嗦发咪瑞，发咪瑞发咪
四，一二，瑞咪发嗦嗦，二三四，一二，嗦发咪嗦发，发发咪瑞，注意二。发咪瑞发咪，发咪瑞哆二，哆瑞咪哆瑞二，三四一二，瑞哆西哆哆二，三四一二。耶稣你是宝贵，三四一二，你对我真宝贵，二三四一二，你流宝血洗净我，三四一二。你爱我，我只有四一二，我只想天天来赞美你二，我只想要彰显你的名二。主啊，我爱你，二三四一二，我要更爱你，二三四一二，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，二。我只想去荣耀你的名二，主啊，我爱你，二三四一二，我要更爱你，二三四一。好，这首歌我们在弹的时候，这个 tempo 一把不要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的脚的节拍先跟上，我们脚的拍的点下去是刚刚好哈。先熟悉这首歌的节拍，这是50的速度而已哈，所以我们弹50应该是差不多。所以预祝各位能够在这个节拍里面把这首歌将单音全程的把它弹完。或许在开始你可能没办法用数1、2、3、4，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在课堂上已经完成，可以一边唱也可以一边数拍。这个功夫要邀请各位同学务必能够按照这样的节拍，然后数拍，然后数唱主旋律，把它结合在一块。预祝各位能够顺利练习，能够更进步，加油！